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波牧师。今天3月10号，我们要分享的是勇气与毅力。我们要读以斯帖记7章1到10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你要记住我的命令，要坚强，要勇敢，不害怕，不沮丧，因为你无论到哪里，我上主你的上帝一定与你同在。约书亚记1章第9节。有一位来自台东的张老师，他在服务台东山区的小学时候，发现好多这些学生的家庭环境十分贫困，他们的生活和学习都受到极大的影响。张老师就看到这些孩子的困境，但是又学校资源短缺，所以他决定付出他的行动来帮助他们。他不但花费自己的时间，也花费了金钱，为这些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和生活的照顾并且在学校里发挥了影响力，帮助这些学生克服他们的困难和挑战。张老师的勇气和毅力不仅为学生带来实际的帮助也为社会带来了正面的影响。因着他的行为，激励了更多人来关怀山区孩子的生活和教育，也因为这样促使政府和社会各界更关心这些孩子们，并且捐钱提供经费来支持。借着张老师的勇气和毅力的提醒，不仅帮助我们可以去面对我们个人的困难和挑战，也可以为着社会带来积极的改变。无论在哪一个领域，只要我们愿意来面对，拥有这勇气和毅力，相信我们都可以成为社会的很重要的影响力，来带来正面的影响和改变。我们今天看到以斯帖记的第7章，可以探讨一个关于勇气、毅力，或者是面对困境的故事。我们要来从探讨以斯帖在面对哈曼的阴谋和危机的时候所展现出来的勇气，还有他的毅力，以及他正确的态度。首先我们来看以斯帖，他的勇气实在令人来惊叹。他几次冒着生命危险要去觐见亚哈水乳王，他为着自己的族人来求情。他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举动，但是他仍然冒着被处死的风险，去争取自己还有他族人的生存机会。因着他的勇敢，鼓舞了其他的人跟随他，最终拯救了他的民族。以斯帖面对了巨大的压力和风险，因为如果他直接向亚哈水乳王揭露了哈曼的计谋，可能他自己也会遭到牵连。但是他没有退缩，反而更加勇敢走向王的宝座，为了自己的民族和家人，他们生存的机会来发声。他以智慧和耐心，让亚哈水乳王能够明白了哈曼的阴谋，最终成功阻止了犹太人灭亡。其次，我们看到以斯帖的毅力也是非常值得称赞。当他面临这样的一个危机的时候，他没有被情绪所控制，没有惧怕，而是保持着冷静和明智。他仔细来计划，透过宴席的行动，运用他的智慧和灵活性，克服了许许多多的困难。他忍耐，他有毅力的面对他所要做的决策。
并在最后关头，他勇敢地站出来，指出哈曼就是那个毁灭者。在我们生活当中，当我们遇到挫折或者是失败，我们可能会感受到沮丧或者是失落。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保持头脑清醒、冷静，有自信和这样的勇气去面对，我们相信上帝会带领我们继续向前，并且克服我们的困难。以斯帖的勇气和毅力展现了他的正确的态度，因为他相信这位上帝，并相信上帝的公义最终会战胜邪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我们要学习这样的态度来面对，即使是在困境和危险当中，我们相信神的公义会伸张。我们需要相信自己，相信上帝的公义真理，并寻求他所赐的智慧来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面临这些困难和挑战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今天所读的以斯帖的例子得到启示，因为我们需要勇气才能够不轻言放弃，我们需要毅力才能够忍耐面对这些困难和挫折。虽然时机还没到，还没有帮助我们去完成、去胜过，我们也能够坚持不懈的努力。最后，我们需要智慧和耐心，让我们安静能够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赢得支持和信任。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面临各种挑战，比如说职业的压力人际关系或者是健康的问题，这些可能都会冲击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情绪，会让我们感受到沮丧、无望或者是无力。但是如果透过今天我们听了或者看了以斯帖，他如何勇敢，即使是要面对死亡，他勇敢的挺进，我们就可以克服这些的困难。他的困难可能比我们更大，他把焦点转移到上帝的身上，所以让他变得更加坚强和有毅力。最后，我们需要记住神会与我们同在，他会帮助我们克服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所以当我们面临这些挑战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信任这位神，并寻求他给的智慧，还有他的力量。我们相信上帝是给我们勇气和毅力，能够帮助我们可以胜过我们眼前的难处。希望今天的故事分享能够启发你勇于面对你的困境，并且成为一个上帝所赐福、勇敢、坚定和有毅力的人。我们来默想，在你的生命当中，哪些困难和挑战需要你发挥勇气和毅力去克服？你可以学习哪一些勇气和毅力的例子或者是故事，来激励我们自己面对这些困难和挑战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您赐予我们生命和力量，并赐予我们勇气和毅力，能够去面对人生的各种挑战。以至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人生的旅程当中，我们会经历许多的苦难，但是你一直用你慈爱和怜恤来眷顾着我们。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勇气，让我们敢于迎接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挑战。当我们感到恐惧和无助的时候，求你让我们感受到你正与我们同在，并且赐下你的力量，让我们知道您是我们的避难所和随时的帮助。我们祈求你赐予我们毅力，让我们能够面对逆境的时候，能够持续去努力去胜过。当我们遭遇挫折的时候，求你的圣手扶持我们，
保持我们坚强的信心，好让我们能够继续向着我们所定的目标前进，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梦想和目标。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与人分享。我是有波牧师，祝福您带着上帝所赐给你的勇气和毅力，迎接美好时刻的来临。我们下次再见哦。